老闆，老細，喂，點解你攞狗咩？睇睇，其實靚都揀齊啦，係咪俾你啲啊？留俾你㗎，留俾我啊？咁留俾你。靚你都揀齊啦，hả? cái隻揀咧，係咪？隻乸靚喎，靚嗰隻啊？唔係嗰隻又俾佢揀喎，俾隻黃紅繩喎，怎麼了？漂亮的都挑完了。這個梁老闆啊，老闆。呢個公㗎喎，都識武器啊。太陽咁大嘅，好難寫得。漂亮的它挑完了，仲有冇啊？有，仲有啊？有，挑到齊我頭。我挑翻隻挑有成嘅。我話挑有繩。你哋挑有成嘅，我先再嚟揀睇揀唔揀得靚嘅到。仲有色。回家了，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和大家分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